上帝啊，怜悯阮，赐福予阮，求你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万国知你的救恩。圣诗14首，拿落直直的走，请起立。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掌管阮生命全能永远活的上帝，阮的心仰望你，每一日听候要见主的面。伫圣的主日，望阮的兄弟姊妹聚集伫遮，阮心存敬畏，虔诚来到伫圣的殿堂敬拜。在主即时临在伫遮，阮祈求主赦免伫阮有意无意得罪主甲得罪人的事。主啊，清去阮的心，也帮助阮，无我靠家己的聪明来判断一切所要行的事。提醒阮每一项事，拢爱认定主、相信主，伫阮头前来引带阮。这是阮要壮大为关心的事来祈祷。特别上帝，最近台湾天气变化无常，影响人的健康，特别是阮兄弟姊妹中间，徛伫信，知主你要保守，阮出阮入拢平安。阮兄弟姊妹家庭有身体欠安的，有工作面临挑战，有亲人死失流目屎，恳求主伫即时安慰坚固阮的心，互阮的心无犹豫。我们勇敢徛伫主这边，完全的交托。阮的主，台湾2300万人面临中国武力的恐吓，伫即时求圣神来提醒蔡英文总统，爱活倒转来祈求主，来得到对主来智慧、气力，
也求主，予伊有勇健的身体，有好的团队来帮助伊，为台湾生存的路做正确的计划，为台湾人民行公义、好人民。阮也知主要开大路，互生理人的事业无因为中国的缘故，会当扩大伫世界各国，互台湾的经济搁一摆来起飞。早起的敬拜，伫遮要传讲信息的是台南神学院王院长，伊要开帖怀疑甲信仰对阮的影响。阮要为台南神学院来祈祷，院长甲团队的带领有困境也有欠缺。主啊，福音要传到伫全台湾，带人归主，需要有尽忠听主、甘心乐意来担起培养教育无计较薪资的勇士。南神甲台湾所有神学院同款，需要有智慧的院长、教授甲所有同工。但是神学院这条路，神学教育这条路是无容易行的，因无经营事业的收入，完全就靠教会会友甲教会内有同款心志的企业家来支持，才有法度培养出好的牧者。对院方来看，因无烦恼摇移的条件。学院定根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院方只要相信、交托，照着主的旨意来成全。主，你也知，相连教会所有会友一向要紧这项的圣工，今仔日同款，阮伫遮愿意奉献金钱来支持。阮安尼祈祷无完全，阮要开声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阿门。这时，咱要进行启应，伫圣诗后面14页，启应第8诗篇27。圣诗后面11页，我旧圣诗是14页。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等我的头壳得着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摸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
咱个吟圣诗461首，请起立，我的信心若无定。咱这时献歌队要来赞美，为了上帝，希望咱的心会当甲因唱的诗歌来对合。
咱的主，毋是咱会当看见，也毋是咱会当摸的，也毋过咱若用心灵甲诚实，祈祷伫伊面前来祈求伊，伊要伫咱的心内来做水的工。感谢圣歌对所唱的，也相信咱会当感受到，只有伫主面前，咱的才有盼望吼。后来，咱即马要读圣经罗马书新约罗马书1章19到20节。罗马人书1章19节，上帝行福音我用现代译本。和本是171，现代译本233。我用现代译本来读。上帝行法因是因为关系伊的事，人通知已经清楚摆伫因面前，是上帝亲自因显明的。上帝迄个看袂见的本能，就是伊永远的权能甲神性，其实伫创造世界以来拢看会到，就是对伊所创造的万物，咱通辨明明捌，所以人无啥物通做借口，伫神无啥物通做借口。即句话对咱一个警戒吼。今日台南神学院的牧师的院长王宗尧院长，伊来遮为着神学院，当然也要传讲伊的信息。giáo义甲信仰，咱即时请王牧师。咱先看一个影片台南神学院源自1869年传道师养成班，并于1876年合并成为台南大学，经台南神学院前身。学院建筑堂皇肃穆的屹立府城台南，100年来以服侍台湾社会为目的，将上帝的福音与旨意落实于乡土，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学。苏克兰的医生马雅各医师来到台南。伊伫遮开迄个诊所，开始设教会。当时因讲教会若是敢若靠外国下遮的传道，安尼唔好，爱有本土的。所以请一个来，一个名叫做巴克勒牧师啊，巴克勒牧师来开设这间学校。巴克勒开设的外国人来做的台湾人受训练，拢用台语来教。本校到今年。140年后，以后搁咧用本土的语言，用台语来教的哈。连我一个外国人伫遮教课用台语。这位为我们介绍马雅各医师与巴克里牧师的亚大伟牧师，为台南神学院中众多的外籍牧师之一。从他的口中，我们可以知道，台南神学院自100年前成立至今，始终以培育优秀的牧师与侍奉者为目标，深耕于本土。培育人才，其实在这里学生们都还蛮自治的，就是处理学校的事情学校里面的一些公共事务，其实学生都非常的参与。那来到这里的话，我觉得也是受到蛮多的，就是神学上的一些知识也好，还是技巧也好。南神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它也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跟普世连结很重要的一个点。咱神学院伫即个日本人统治的时，因为要求校长伫爱日本人来做，所以咱有关校。伫战后有一个台湾人叫做黄宗伟牧师，伊正做台南神学院院长，伊是对英国的剑桥大学转来，所以开始建设一间学院，正做亲像剑桥大学的即个校园同款。咱伫即个礼拜堂会看到即个神学院的即个马克当看到神学院的校训，就是上帝竞选阮毋是阮竞选上帝。即个礼拜堂会当代表即个台南神学院的即个精神就是
林东即个在地的遮的百姓吼，啊，佫会当敬拜上帝，参与伫即个普世的即个教会吼。历经100年风雨，在第3任院长黄章辉牧师时，订立神学院的方向，以本土精神出发，关心社会公益，要将上帝的旨意落实于台湾这片土地上。伊将即个普世吼，就参与伫即个普世的即个运动，啊，即个精神带来新学院，啊，这是即马台南新学院的特色。啊，阮有国际学生伫遮，啊，有参加即个世界传道会，啊，过来第2个是伊真认同即个本土吼台湾的即个教育，所以发起叫做处境化的即个神学，就是咱所做的神学，爱甲台湾的百姓的愿望啊，会当结合。鼓励学子走入社会，去正视台湾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看见每一个地方需要神帮助的人们，同时也吸引许多外地学子来台就读，学习这样的精神。台南新学院的教育是真自由，所以会当听无同款的意见，无同款的看法。啊，算这嘛是一个新的学习，会当看台湾这几年的变化，啊个新的看法。The school is very open-minded, and I am able to see a lot of things in very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learn a lot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whether it's to ministry or just to the views of Taiwan. 即马新学院有主要3个科系，啊，就是神学系，啊有教会音乐系，啊甲宗教社工系。咱毋茫会当甲即个土地，吼，甲台南新学院经营做台湾教会发源地，啊邀请一人会当来台南新学院参观，啊，所以阮用心啊，毋茫会当做感动人的代志，啊，互即个林东伫台湾啊参与伫即个普世。台南神学院100年持续以上帝的爱与关怀来服侍台湾教会和社会，持续建设台湾成为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国度，为乡土营造美丽的愿景和传递福音契机。祝牧师，咱的牧师团，咱的长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先爱代表学院甲大家说多谢是长期对新学院的这个支持。虽然欠缺，也个上帝恩典满满。我拢甲学生讲阮一年院长就爱去募3600万，所以一工爱10万块，所以一工过去就爱去募10万块，总是上帝恩典真正是够额。讲会交易呗，当然会交易所以今仔日我想用交易甲信仰甲咱分享。我感觉信仰有2个对照，检菜嘛是朋友。第一个是苦难，咱常常会问讲，上帝若是意义的来源，是咱有时会拄着看起来哪像无有意义的苦难。咱拄着苦难，因为真赶紧要得到答案，所以咱会亲像约伯记迄3个朋友的态度同款。咱可能常常就甲苦难错化，讲这是咱犯的罪上帝对咱的审判。有时咱就真紧甲伊美化，讲是上帝对咱的考验。若无法度，咱就甲伊神秘化，然后像这是上帝奥妙的旨意，咱都无法度测度。当然，咱今仔毋是要讨论苦难，这是感情上的困难，也是伫咱日常生活会发生。总是另外一个就是枵疑，枵疑是知性上的困难，因为咱是有限的人，咱无法度把握全部的真理，咱可能把握某部分的真理，咱无法度了解全部的真理，所以枵疑就真自然会产生。安尼敢对？安尼敢袂使？咱咧看枵疑，有当时是负面，总是常常的枵疑，嘛有正面的价值。这个斗者枵疑，这个斗者是对立丁文斗哦，这个斗哦就是2个。咱知影2个有时就真麻烦，
一个查甫的交两个女朋友，查某囡仔交两个男朋友，拢真麻烦。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交一个男朋友了，甲因爸爸写批，讲我即摆有男朋友爸爸你来寄钱来，我逐工会当穿水衫去买水衫去约会，一礼拜了后水衫拢穿了，佮写批互因爸爸，讲衫拢穿了，敢会当佮寄钱来，佮来买水衫。因爸爸真牛，当甲写一张批讲水衫毋免买啊，毋过男朋友佮换一个安尼佮穿水衫。两个真麻烦。咱有诶信徒无有定着，无有固定诶教会，拢对牧师咧走。今仔去参加即间教会，后礼拜去迄间教会，四界走，叫做游击队诶基督徒。讲有一个青年，大概就是安尼。这照顾嘛会忝嘛会先，所以有一天去问一个牧师讲：牧师啊，我足尊敬你，无你甲我报一间教会互我去参加，看有完全的教会，互我去参加，我就袂乌白走牧师想想，然后甲伊讲检查若有一间完全的教会，也因为你去共参加，但无完全所以两个实在是非常即个麻烦总是交期。敢一定是负面。咱咧读《路加福音》24章38节，耶稣过我了后，甲门徒显现。圣经写讲，门徒就半相信，半交期。希腊文叫做 dialogue， 英文叫做 dialogue 对话。耶稣，你有过我无？因为这个信仰对我真重要，所以就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我所信的耶稣，你有过我无？我相信这款的交期是有正面的价值。当然，交期有真侪是负面的。咱伫圣经会读到《路加福音》12章29节，迄个无知财主的譬喻，耶稣讲：恁毋通要求食啥物货、啉啥物货，讲毋通挂心。希腊文叫做 meteorizomai， 这个 meteor 就是天上的流星。去挂伫遐，这是负面的交期。我捌听一个牧师讲，讲咱即马真侪人做基督徒，讲上天堂讲不敢当，讲下地狱不能当，结果吊在空中吊郎当，然后吊伫遐，你那像无来礼拜做对牧师歹势，来礼拜要安怎？这当然是挂心，这无好的交期。马太14章31节，咱知耶稣伫海边咧行，彼得看到，甲主讲：主啊，我会当行到你遐。总是风影真大，彼得会惊就沉落去。耶稣伸手牵伊讲：你这小信的人啊，啥事交期 ？distrust doubt， 啥事心怀恶意，啥事你无法度信靠这就是负面的交期。咱今仔咧讲的，迄个两个。你无法度定着，你疑心疑鬼。这疑心疑鬼这今仔日真侪人有这款的这个心态。我读一个报道讲有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去纽约要学音乐，找厝找真久，无容易找到二层楼一间厝2楼，真欢喜就搬入去住。住一礼拜，厝边隔壁讲，这两个少年遮尔勇敢，会闹几个厝，佮敢去住讲了后，逐工拢疑心疑鬼讲有一天伫楼顶咧困，楼骹有一个动静惊到要死去。太太甲先生讲：先生啊，你敢会当落去看觅是毋是鬼来？讲先生甲太太，先生佮较惊甲太太讲：无，你去较好，你英文讲了较好你去啊！这当然是笑话讲有一个牧师去住一间会闹鬼的厝了啊，鬼拢毋敢来。有人去问牧师讲：牧师你较遮牛，互你住一暗鬼拢毋敢来。伊讲我暗时咧困，鬼来甲我吓，来甲我吵到我足受气，我当摕红线袋出来，请因红线。讲鬼啊走了所以毋是咱惊红线，连鬼啊都惊红线这个19世纪有一首诗叫做《夜光的征战》。咱知夜光有足侪支卡嘛，所以有一天起来真欢喜咧行路，一只将士就甲伊问讲：夜光兄，你有遐尼侪支卡，到底倒一支卡先行？
讲迄工段袂晓行路，咧研究安怎行路。兄弟姊妹，咱毋通笑，咱有真侪人有迄个无必要的交际。先生较晚转来，落地啊就一直该敲，啊若佫敲着一张女性的名片，今仔甲你没完没了。无必要的交际就会破坏真无用意所起造的信任。咱台湾有一个画家张大千，咱知张大千喙手留足长。讲有一遍有一个记者足歹心肝问讲张大师，你喙手遐尼长你暗时咧困，喙手是伫棉被外面，还是棉被内面？讲迄工段失眠，拢伫遐研究。无必要的要求，两个会破坏真无用意所起造的信任。不过兄弟姊妹，要求敢是咱的本性？因为咱做有限的人。咱无法度把握全部的真理，所以咱会要求。咱若做一个实验，甲一个人请伊来头前，咱家己的目睭掩起来，互伊等遐细无风用了后，你甲伊讲后壁一条椅啊，请你坐落来，你有反应的呐，敢有影？对吧？用脚踢看觅啊，因为信心拢着爱加感觉，感觉会对袂？歹势若是我会偷看后壁有椅啊。因为信心就爱加眼见，看到较有准绳。要求检是咱的本性，总是感谢上帝。要求甲信心毋是对立，甲信心对立的是无信，要求是伫中央。亲像咱咧讲破病，甲健康同款，甲健康对立的是死亡，破病是伫中央。破病若严重会死亡总是破病啦，好好去甲伊治疗，迄个破病了后的抵抗力会搁较强。要求若是负面的要求，有可能会互咱无信。总是要求若放伫咱内心思考的辩论，互伊成做正面。有可能经过要求所起造的信心，迄个信心会搁较坚定。所以有一首诗安尼讲世间若无有病，都无需要有风射。世间若无有白贼，要求就无需要。适当的病毒会当防止破病，讲正面的要求会当起造真理。所以第二点，我要甲咱三角来思考。咱讲要求有正面有负面，咱得要互要求成做正面内心思考的辩论，就是要追求真理，要认捌真理。迄个奥古斯丁第4世纪的奥古斯丁。咱知奥古斯丁伊讲了真，伊讲我要求，所以真理存在。咱咧读伊的忏悔录，有当时读到迄个，都好拍动着咱的内心。比如讲，伊讲一句话，伊讲咱拢讲咱疼上帝，咱深刻去思考看觅啊。咱疼上帝创造的万物，较过头疼上帝。因为我要求，所以真理存在。咱咧追求知识的人，伫16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伊就安尼讲：咱若用肯定做出发点，最后有可能会要求结束；毋过咱若用要求开始去甲伊求证，有可能咱最后会得到肯定。所以做一个要求是咱的本性，无要紧。毋过咱就要正做正面的价值来追求真理。这就是咱今仔所读的罗马书保罗先生伊的态度，伊的生命的这个态度。你看罗马书的第1章，伊对遐的外邦人、罗马人所讲的，讲上帝通过这个自然律，伊所创造的万物，你若好好去甲伊思考，你想了就会明白，你无有借口。总是罗马人真可惜，因无信上帝，因的行为败坏。因的生活腐败，犯了罪，亏欠上帝。第2章咧讲犹太人，上帝互犹太人律法，总是犹太人无咧照律法行，因违背上帝，因太先知，因嘛犯罪。所以第3章讲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光。安尼我要安怎？我会当靠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吗？伊讲苦啊，我会做人。
我爱做人，好的代志拢袂当做，拢袂去做，偏偏拢去做歹的代志。这罗马诗人欧比特嘛是安尼讲，我看到好，我该学了，总是我拢对歹咧行，对歹咧行。因为律法是互你知罪尔，知影你做毋对尔，伊无法度无有气力会当互你改变。就安尼，保罗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迄个会当改变咱生命的气力，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咱只有来到上帝面前讲，我错了，上帝啊，赦免我，咱就当得到这款白白的恩典。不过，咱世间人毋是安尼。咱上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就好，咱若开车，检查若超速，闯一下黄灯，咱知影警察拢秘伫边仔，敢毋是？警察就甲你抓落来。警察就甲你问，为什么你闯黄灯？你超速？咱就讲几百种的理由。我今仔要去做礼拜，我要去参加啥物会？咱有啥物人？窗仔门拉了，扣落来，甲警察讲：警察，我错了，开我罚单。这就是因信称义。咱来到上帝面前，无有借口，只有承认咱所有的气力，拢无法度互咱改变。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咱才有法度改变。就是保罗将这个生命道理进入伊内心的这个思考的辩论，来得到赫尔要紧的这个真理。我咧读这个科学的报道讲一只大只象的脑是11磅，真理的脑是4.5磅，咱人的脑是1.5磅。我本人爱拍天尼斯，我若去拍天尼斯你咧讲若要用正平拍、倒平拍迄种几十亿个细胞咧接受信号总是咱去拍球，敢会想讲是安那爱放一个网啊？若无网啊，毋知偌好，打球拢嘛会当过，对无？咱你拍羽毛球，网啊，总是你拍5分钟就安那无趣味。网啊增加你拍球的困难，毋过提高你拍球的兴趣。兄弟姊妹，友谊就是信仰的网啊，互你困难，总是提高你追求这个信仰的兴趣。咱今仔有真侪青年人来教会，爸爸叫伊来，妈妈叫伊来，阿公阿嬷叫伊来，伊有来教会，总是伊对这个信仰无趣味，因为伊无网啊。伊无网啊！咱今仔台湾有一句话讲了真的，讲上教堂的小孩不会学坏，这事实。我伫中原大学咧教人生哲学呢，总是下课了，学生走了，迄电话也无咧关，电风也无咧关，咱的生活教育真困难，真困难。所以上教堂的囡仔真正真重要，伊会当学品格的教育。总是爸爸拢叫囡仔上教堂，家己拢无咧来，敢毋是？对无？所以囡仔就真天真讲：爸爸拢叫我上教堂很好，不会写你为什么都不来？爸爸讲：恁爸爸做无用应酬真济所以袂当去。囡仔嘛足天真讲：爸爸应酬是啥？爸爸讲：应酬就是足无爱去，毋过无去袂使，叫做应酬。囡仔听起来记起来。礼拜日到圣经末咧，讲爸爸，我要来去礼拜堂应酬啊！做无爱去，佫无去会使。我相信咱毋是伫遮咧应酬。所以友谊是要来追求真理。迄个友谊就是信仰的网啊。总是咱咧想友谊，要追求真理，追求什么款的真理？咱咧读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一句话上简单。真理就是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咱咧读圣经，耶稣讲的话是毋是常常安尼甲咱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我徛伫真理甲你讲，我徛伫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甲你讲。福音上宝贵，就是实实在在，就是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因为咱今仔日活的世界。太假！我会记伫美国的时拄好是即个中国的即个写实作家丁玲去访问，伊甲中国的遐个
社会发生的代志，真忠实写出来。所以美国的报纸就甲伊讹了，讲伊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顶人安怎讲？伊讲一个人若因为讲诚实话就真做伟大，这个人的国家是何等的悲哀，拢是假。咱知影油也假，药也假，啥物嘢拢是假。咱敢是着爱去做一个会当互人信可、诚实的这个意义脉络，互咱活伫这个意义脉络，感觉人生有意义。我会记我读一个故事吼，讲有一对男女咧相亲，查甫拢甲查某囡仔讲：我偌好，你敢知？我袂啉酒，袂食薰，袂跋筊，足好。你会想讲世间敢有即款人，拢爱问讲：无你敢有啥物缺点？伊讲有啦，一点点缺点，爱讲白贼。头一讲的拢白贼。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无遐尼简单。抑个这就是一个真理的态度。因为咱面对的毋是普通人，咱面对的是上帝。咱咧追求迄个永恒的把握，就是无法度了解全部的时，咱还阁会当通过去做甲上帝的关系来了解即个人生的真理，真实的即个人生。我常常敢毋是安尼想，就是了义会当成做咱真好的朋友，帮助咱去问安尼甘对，安尼甘对。咱信一个上帝的人，咱会问咱住伫即个台湾的社会，安尼敢会使？就即个真理，互咱会当谦卑，互咱知影咱实在是非常即个有限。就是即个真理，互咱感觉来追求真理，来追求即个信仰，是人生上大的价值。最后我要甲咱分享，就是虽然是安尼，咱若用交义来经营咱的人生，一定袂快乐。咱就要用信念、用信仰来经营人生，即款的人较会快乐，较会幸福。你想看卖啊？你下早起来，第一个就是刷口。你对起歌爱有信任，你若无信任，拢要去这用落去，毋知口腔挨袂，你就毋免活。你中昼真无闲去7-11买食的物件，你对即个食品爱有信任。若无爬山的产咱，收水的饮食，坐飞机的设施，你就拢毋免活。咱的人生何等需要信任、信念甲信仰。我阁无偌久，我会退休，我嘛会面对即个叫做咱咧讲的即个 anxiety 焦虑，叫做死亡的焦虑 anxiety of death。到迄天的时，我要安怎面对上帝？我要留啥物货互我的后代？咱敢是着爱问我的人生的结局是啥物货？虽然有时会焦虑，抑阁你着爱面对。这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anxiety of death。你若用交义去经营，你一定袂快乐。你要安怎建立相信伫死后，你会互上帝接纳，伊会牵你的手，即款的信念。过来，咱嘛有 anxiety， 特别青年人有 anxiety of meaninglessness， 就是死无找无意义的即个焦虑。我记我伫中央大学教册时，有一个4年的学生毕业生来找我讲：王老师啊，你敢会当甲我当掉，甲我打不及格？我讲是安那，你有来上课，报告嘛有交，伊讲伊毕业了，毋知影要创啥物货，找无人生的方向。咱今仔伫双连即边的地区，看街仔路遐尼济人咧行，有可能真济人毋知伊人生的方向是啥物货。连三连下，总是毋知人生的方向。咱若上极端，找无人生的方向的人，就去自杀。我看一个报道讲，这个世间一天自杀的有1000个人，阁有真侪自杀无成功的，继续拍拼，继续努力。这世界纪录讲，一个海地富人人拢总自杀27遍，拢无成功，活70-80岁。因为自杀是无容易啊！你若有勇气家己刣死，
你就有勇气活落去啊，敢毋是？哦，阮迄个高雄吼，以前爱河还未整理的时候，足臭嘛，人讲爱河水足臭。我看一个报纸讲，有一个人去跳爱河自杀，佮喊救命，讲水伤臭。你来诚实面对你的家己，你的生命有意义无？亲像我即马诚实面对家己，将来我的死亡。过来一项，咱拢捌做过毋对的代志。你要去弥补你所做的毋对的代志，甲人重新和好。亲像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咱每一个人拢有做毋对的过去，做毋对的过去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总是感谢上帝，咱会当互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因为意义改变，你甲人和好，家会失咧，甲兄弟姊妹和好，互迄个意义改变，就你会当改变你的现在，甲改变你的未来。啊，你若拢用犹豫、用埋怨去经营你的人生，你就是袂快乐的人。人生需要这款的信念。过来，最后我要甲咱分享，当你拄着苦难的时，你若用犹豫去经营你的苦难，你的苦难更较苦难。我家己经验的咧，伫10几年前，我的妈妈癌症，伫生态病院住6个月，你会当想象。我若用犹豫去经营，用埋怨去经营，兄弟姊妹中间就会埋怨：啥我爱出钱，较毋是姐姐出钱；啥我爱去顾，较毋是迄个兄弟还是啥物人去顾。你着互你的困难搁较困难，伫苦难的中间，你需要耶稣牵你的手，你需要建立搁较信任的这个信心。我用迷信甲信仰来做结束，甲咱分享。迷信就是我下早要来双连教会，啊，伫路连有人讲，遐有人咧等钱，等100块，赶紧去捡。啊，你就真正相信去甲人捡钱，这叫做迷信。总是我要来双连教会昨暗，我甲我的囡仔交代，讲爸爸今仔日会来双连无伫的，所以我桌顶会放100块，互你明仔载去食早顿。我的囡仔无看到100块，伊就相信，因为伊甲我有关系，有听的关系，因为我讲的话会通信去。咱就要去做甲上帝的关系，通过甲上帝这个听的关系，互咱会当信去。就是这个信去，咱确信伫困难的中间，伫苦难的中间，咱虽然无法度明白这个苦难对咱的意义，啊，个上帝会牵咱的手。伊会甲咱三角地带，就互迄个苦难进入咱内心思考的辩论，就是咱埋怨过，咱犹豫过，也个确信，苦难虽然是苦难，也个有一天这个苦难的事会脱落，成做一张水的花树。要紧是，你真正需要有信心来经营你的人生。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伫阮信心还未定定的时，你就牵阮的手，你就扶持阮。伫这个世间，阮真正会犹豫，钱要对倒来，明仔载要安怎去？亲人拄着苦难，要安怎面对？抑个当阮来到你的面前起做关系时，会当确信你是听阮的主，你是扶持阮的主，你是牵阮的手的主。就安尼，阮意爱甲你建立关系，伫这个听的关系，互阮找到倚靠，互阮找到信心，也用安尼来起造阮的人生，互阮找到意义，甚至伫阮所有的罪恶感、所做毋对的代志，会当甲人和好，也面对家己的有限性到结束的时，互阮的一生会当荣光你的性命。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
相信，相信咱所信的主，相信咱今仔日伫遮听王院长所讲的，相信我最近真深的感受，我的查某囝，我只有相信，因为我气力是遐尼遮有限。咱凡事交托主，我也相信王牧师今仔日伊咧讲的，伊一工为男神的负担10万，希望即届咱的奉献会当超我较济来帮助你。这时咱要吟圣诗307首，美调，请起立。要奉献的大圣，咱今仔日新朋友若伫外口无填写留名卡，我希望恁即马紧写交互奉献的收奉献的执事。一项要紧的，伫咱的周报内底页为男神奉献的奉献地，毋望大家来支持，咱互伊有教育的信心，相信上帝教会会友是遮尔听主。咱开始咱的奉献。
请起立。天父上帝，你知，阮是遐尼只有限，有时阮毋望伫金钱顶面为台湾神学教育做水的工，但是阮所奉献的若是无够额，主啊，你亲自来祝福，互因每一个时拢会当得到满足。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我要报告。请咱看周报第5页，有真侪咱爱关心的。我若讲了无清楚，请咱斟酌家己看。本周特别事工当然是咱今仔日为男神来奉献，希望毋是干那今仔日，后摆若有机会，有一年度有9亿的金额。由阮为因来奉献。具体关怀本会会友杨翠雅牧师的老母杨洪秀，我毋知即个牧师嘛，上尾迄字安怎读？伊3月初是安孝主怀要伫中华北斗长老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咱为因代祷。本会会友刘兰妹的大家，伫3月初5安孝主怀要伫25下晡1點，伫咱10樓禮拜堂來舉行個別禮拜。劉蘭妹伊做真濟水的工，伊伫媒體攏稱呼伊做台灣阿信，可見伊做關懷的工有偌濟。伊的婆婆就是會當幫贊伊，予伊即款的機會。望咱来参与即屆的安孝禮拜。本会會友陳紅花姐妹，安孝伫3月14安孝主懷，定伫3月23上午11點，伫二濱景仰樓3樓10廳舉行入念火化禮拜。後禮拜1點半要伫咱教會來做個別禮拜。總務委員會消息，3月29。因为咱有甲总会买迄平安堂，所以要带咱去看。当然，莫甲想讲迄是啊，实际上遐是足水的吼。后来咱来看第8页，今仔日重要的聚会，就是家提亚季迦南妇女这4个团体联合的聚会，要请姚立明教授，这位是我足尊重。虽然毋是咱台湾的，但是伊是真正属灵的基督徒，所以希望恁会当留咧听。亚子团契伫9楼联谊厅，妇女团契伫9楼会议室，家己团契伫805，讲有改过805教室。迦南团契伫806，请咱遮的团契的兄弟姊妹留咧。无容易会当听伊来演讲。好，这个时阵咱要做欢迎来宾，甲新朋友介绍，咱请咱主任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今日有邀请到王宗尧牧师来甲咱中间，甲咱做伙分享真水的信息吼。这个时阵我代表教会来感谢。也请大家继续关心咱台湾的神学教育吼，因为咱知影
教会上重要就是讲爱有好的领导者就是爱有好的牧者伫教会中间来牧养。要爱有好的牧者，就是咱的即个神学教育爱健全、爱健康所以咱若投资伫即个新学院的神学教育，就是帮助咱伫教会互教会会当有一个发展真好的基础所以请大家继续来关心，也常常替台南新学院来祈祷。即个时阵牧师要来介绍今仔日甲咱第一遍敬拜兄弟姊妹，而且有张世玉、吴素兰夫妇、张世玉，可能坐伫外面那款佫有陈凡义，有点来，欢迎欢迎你，欢迎。佫有张胜珍、钟崇仁，第二家欢迎。佫有富强教会的黄龙安甲李慧文，这样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介绍着。好，来请咱这边有请问贵姓？欢迎对中华来。好来咱高凤新，高凤新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敬拜无介绍着，欢迎这新朋友等下啦，礼拜结束了，欢迎到贵宾室，互咱佫做进一步的交代。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敬拜你、服侍你，也透过你的罗卜所传讲的信息。来明白你的心意，使阮伫阮的人生中间检采有犹豫的时，但是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犹豫的时，会当化作追求真理的动力，也伫阮无法度明白的事顶面会当起做信心，就是通过阮甲你中间的关系，阮愿意投靠你、信靠你。求主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仰望上帝来领受祝福。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赐落气力，亲自帮助阮，互阮对软弱中间会当刚强起来，对两者中间会当充满复原的气力。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每一个人领受你的使命，会当用阮的性命的见证来服侍你，来祝福人。阮特别也为着台南新学院这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育机构来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恳求主你使用这间学院来成做你的器具，培养更较济服侍你忠实的奴仆。互真侪教会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即间学院的院长、老师甲学生，互因伫三甲分享学习的过程中间有主甲因同在。阮安尼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要吟一首513首祝福的诗，祝福咱每一人。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513首。
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荣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阿免。要多谢阮强受车恳，请咱毋通离开伤紧，互大群的人有机会听到伊弹水的声。